話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哋廣東人食海鮮都係呢一個道理嘅。嗱，今日我哋介紹呢一道粵式傳統菜白灼鮮魷，佢嘅鮮嘅秘笈咧，在於3個快字：捉得快、處理得快、煮得快。嗱，啲魷魚咧，淨係用薑蔥、料酒去腥，用啲水煮滾2分鐘，捲起身就即刻撈起啦。咁樣食咧，口感好彈牙，鮮味十足。嗱，最好咧就係點啲芥辣豉油，別有一番風味㗎。白灼鮮魷嘅做法好基礎，但係營養就唔基礎啦。作為一道低脂高蛋白嘅海鮮菜，富含優質蛋白質、不飽和脂肪酸以及鋅、硒、磷、鐵等多種礦物質同埋 B 族維生素、維生素 E， 唔單止能夠增強免疫力，維持皮膚嘅健康，仲可以通過白灼呢一種好簡單嘅烹飪方式最大限度咁樣鎖住食物本身嘅鮮味同埋營養，令到你喺享受美味嘅同時亦都食出健康。特別推薦俾啲返工又忙又想食好嘢嘅朋友仔㗎。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保持營養均衡，疾病拜拜。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